我的出生是被祝福的吗？他是文国士，一个偏乡教师，有着你我都无法想象的家庭故事。反正他们是在精神病院认识的嘛，然后就我爸的讲法是，他对我妈是一见钟情。他其实现在蛮可爱，他到现在，其实你知道都老夫老妻了，就是他们，因为他们过去这20几年都在玉里荣民医院嘛，那边就是男生女生是分开管理的这样。文国士的爸妈都是思觉失调症患者，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精神分裂症。别人幸福美满的童年，对他而言，年幼的记忆里只有爸妈无止境的妄想。小时候听很多他们的妄想嘛，就是我爸的妄想可能就是我爸的妄想都跟政治有关啦，然后我已经你知道从小到大已经听了47000不几遍这样。然后我妈的妄想都是跟我小时候最常听到的就是我妈都会说，你知道我爸不是我爸，然后我小时候她发病的时候，她可能就会砸车子啊、烧房子啊，然后砍我妈。我比较有印象就是烧房子跟砍我妈。父母都受思觉失调症所苦，多数时间都在住院治疗，没有办法像一般父母给他陪伴关爱。多的时候，文国士都是奶奶一手养大，但因为爸妈的背景，他的人生总有些异样眼光和不友善的对待，也让他曾经走过歪路，吸毒、飙车，他都尝试过，甚至忤逆他最爱的奶奶。反正我就认真飙骂，我就说，我爸妈都疯掉，我现在交朋友你管是不是？然后奶奶就委诺地关上门，然后走回她的房间嘛。然后就有2个部分，一个是我后来就听到奶奶在房间哭，一开始小的哭，后来就是越哭越大声，然后到最后就是你知道，边哭边尖叫，你知道，就奶奶其实也很痛苦这样。然后就听到我奶奶那个到最后了，我听到我奶奶拿她自己头一直撞墙壁的那个声音，这样。长大后的文国士开始去试着理解爸妈。那些幻觉的内容，或是被害妄想的内容，很多都是一个病友在他发病之前，他遭受过的人生的重击。就间接辗转的知道，就是妈妈可能她以前在高中然后念夜校的时候啊，就有被人家轮奸过这样。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就跟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点就串在一起。他爸妈都是神经病，这是很多人从小压在文国士身上的框架，还有很多人总觉得他有一天也会发病。包含思觉失调在内，很多的精神疾病，就是他之所以会发病，遗传当然有他的比例，可是也许就是你知道小小一部分这样，然后更多的其实是环境的因素，然后那个环境的因素，简言之就是他的原生家庭或者他一路上受的教育。然后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，我答案还是我不知道的同时，我会觉得，因为 by far 我是所谓正常人的这个 circle 里面嘛，那只是说我是所谓的高风险嘛。可是现在的我一样会说我不知道的同时，其实我会觉得我比一般人更坚强，更有你知道抗体。社会对思觉失调症的误会与不谅解，造成病友更多的疏离，病友家属也扛起莫大的压力。我现在很愿意同理别人，然后很多事情我不轻易的下判断的那个原因，都是因为我在自己曾经有过的脆弱里面，好想被懂得，可是没有，我接收到的是更多的误解，甚至标签。思觉失调症患者，有些人被跟暴力连结，有些人被社会歧视排挤。但生病的是社会，发病的却是社会眼中的他们。